台语真连长，愈讲愈连长。大家几边？大家好，我小杰。咱之前捌介绍过有足侪农产品啊，汤柑、在丁，还有碰柑这的农产品。虽然讲因拢是一个节开较会大出，也毋过上无因拢是一定有发展出人工栽培一个规模出来啊。上重要是讲咱今日要介绍这个产品伊跟之前介绍的农产品较无共。这个产品别个国家一定研究出人工栽培的产业，也毋过伫咱台湾也袂哦。咱台湾是爱靠天然去发现伊生长出来，专业的团队去发现了，甲慢倒来研究，研究了才知影要安怎来人工培养。无毋对，这个物件就是香露，伊常常互人甲法国料理做联想，甲鱼子酱还有鹅肝是白出名。毋过讲到香露伊嘛是有分哦，亲像是乌香露，伊就是以这个法国为代表，有人工培养的这个产业。亲像美国、英国还有西班牙这个国家嘛是拢有培养伊的这个香露的产业。若是讲到另外一种，就是白香露。毋过这个物件伊就较少，伊的代表是意大利，这个国家伊有较侪白香露。毋过因为产量足少的，所以伊就捌互迄个法国的美食家去讲伊是灶骹内底的选酒，所以讲这个物件真正足贵的。甲大家讲咱伫台湾嘛有发现香露的分料，虽然讲要安怎人工来培养，安那甲商品化，搁爱开足侪时间，也毋过特别咱只要发现新的品种，研究团队拢足欢喜的，因为台湾竟然有足侪香露，慢慢互大家去找着。上近的一摆就是2017年10月下旬，伫个台东太麻里林泽实验田内底发现的乌香露，搁有伫个2018年1月下旬，2019年12月，搁有2023年的2月，拢有发现这款乌香露的分粒。咱农业部的林业试验所有讲到今仔日这款的乌香露，伊是暂时以发现的地区来去号名，叫做台东乌香露。伊的特点除了有小块的带一寡香味以外，伊的即实体咧会使到直径6公分。上特别是伊甲较早发现的香露比起来遐香露发现的海拔拢差不多伫个1100公尺到2600公尺。这悬哦。嘿，较悬的所在。毋过咱即马讲的这台东乌香露伊的海拔就较低，是上低哦。到即马发现内底上低，差不多是500以内。所以讲这个香露真正有迄个研究，还有人工栽培的价值。讲到香露的生长条件上重要就是讲你爱有伫一个排水性较悬的小可粗粗的山径，伊迄土壤嘛袂当过窄过沉，嘛袂当伤过打湿。所以特别学着香露的时阵你就爱去研究讲伊即个生物种适合生长的环境到底是啥物，包括微气候，个土壤的性质，个伊的透水性。即摆发现台东乌香露的印度可勤款的土壤，伊的酸碱值是6，算是弱酸偏中性。所以伊的研究团队就伫去发现伊的遐土壤遐来做小面一个口草，也一寡石花，望安尼会当营造台东乌香露适合生态的环境。林业试验所已经研究真侪冬到即阵已经发现真侪种的真香露，包括是咱的这个大牛岭的台湾腔底菌，搁有南投溪头的青美香露是一款白香露，搁有高雄多纳领导的小西市石梨香露，嘛是一款白香露，搁有不同馆的分散香露，搁有咱拄则讲的台东乌香露，甲英国比起来，咱发现的香露拢集中伫个台湾的西部遐，即个伫个台东太麻里发现乌香露的分量，算是一个较罕见的经验。咱较早对香露的印象就是讲伊拢出现伫异国的料理内底。也毋过咱甲了解了后，你就发现讲台湾嘛是会当生产香露的哦。反倒来讲其实你也要去看到香露到底对对生出来。上重要你就来讲外国伊的生产条件是啥物？譬如讲气候，搁有伊的土质，个海拔，搁有可能伫台湾会当生产出香露的对应的生态区域，搁爱敲出讲会当含香露共生的树种，所以开当去甲迄目标甲变细，握落去。虽然讲咱讲这个缩小咱的目标范围，会使帮助咱提高咱找到香露的分量这个机会。毋过咱嘛是爱去细腻，爱去破坏掉咱香露的本体。所以讲咧，咱专业的乌香露这个团队伊会去到特定的树坑，根据伊迄根部4颗位就为迄土面用迄较细支的白轻轻甲伊挖开。若去顺利挖到土骹内底香露的脂溶果，你就爱先为伊的原位遐摕一个会使表示伊比例的物件，甲伊放做伙先翕相一下，记录伊的外观色水搁有气味，才袂讲互咱的样本出土了后咧氧化啦、变质啦、变色啦，安尼就会影响到咱做研究的时阵的作业安尼。甲发现的香露底伫个风水地内底，表示讲伊的日期
地点，啊，佮有景色的树种，啊，佮有气候、土壤的性质，啊，佮有乌土的深度等等，较会有利未来乌松露的工课。记录好了吼，采集的样本吼，你来紧甲早倒去分析甲鉴定，才知影敢是台湾本土的物种。看敢要规划去保育伊天然的产地，啊，佮有人工培养产业的可行性。虽然讲较活咱生活的松露拢是进口的，啊，毋过其实伫咧咱台湾的青山林内底，有足侪台湾本土种的松露，点点啊伫咧遐生炭。所以咧，伊就是伫等待有缘的迄天，有即个专家去甲伊挖出土，希望伊是会使伫咧适合伊的生育地顺利生炭落来。嘛，希望讲吼，咱对咱台湾的松露有搁较侪丰富的发表研究。是啊，因为松露吼，伫咱台湾算是一个珍贵的物件，而且吼慢慢研究吼，看敢会当甲变成一个人工培养的产业。咱后回这个时间继续看第一集等，拜拜。